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我是钟意權阿權妹。廿一波嘅呀，輕重要嘅事情就係提升民棒球錦標賽又來開始來比賽了。故所今日嘅節目當中，愛同大家來分享，其實也得細細嘅運動員，佢都唔單止愛同認真啲嘅打比賽，以外佢哋嘅身體也咪愛好好來照顧到。故所今日嘅節目當中邀請到嘅來賓就係聯興國際醫院運動醫學科嘅主任來同大家分享，佢唔單止也按多年來，佢也都偏向同也都社球研究，佢也都應用辦保護自家嘅身體也含個義診也都，甚至佢當創業哦，佢還係國家吹嘅吹醫哦，實實來分享。今日嘅節目當中邀請到嘅來賓，聯興國際醫院運動醫學科嘅林松凱主任，歡迎。大家好，我是林松凱醫師，很開心來到這裡。好，歡迎醫師再個來到節目當中。係啊，對。我邀請同大家來分享你嘅專長，分享你的專業。對，那其實像這樣子，運動醫學科，因為它其實醫院就進來進後越來越發達，越來越多不同的科出來。一般來講，去報到運動醫學科的患者，一般來講，佢哋讀到嘅問題係乜嘅？他們遇到什麼樣的症狀或疾病？好，會來運動醫學科的人呢，不只是運動員而已哦。其實一般的大家都可以來看運動醫學科。那我們平常常看到的，就是像關節退化呀、運動傷害啊，怎麼醫都不會好啊，或者是更多的就是那種全身痠痛。然後它可能是骨頭啊，可能是肌肉啊、筋條啊，或者是神經這些問題，這些問題有不舒服的都可以來看運動醫學科。哦，就我前一步嘅就按用師傅後背大腿後面酸酸的，然後有點延伸到屁股後面，像這種不知道哪裡酸痛的。好。不知道哪裡酸痛就可以找運動醫學科，因為運動醫學科的醫生呢，絕大部分呢就是復健科或者是骨科或者是家醫科的醫生。好，我們是本來就有一個運動，本來就有一個專科的醫師，然後呢，因為對運動醫學對身體的運動很有興趣，而且很有研究，所以呢，我們就會看來就是用。除了說一般的我們常得到的一些治療，比如說打針啊、吃藥啊、做復健以外，最重要的是我們會用運動來幫助大家，然後用運動來讓自己身體變得更健康。原來是這樣，所以它有一點像是綜合起來了，對不對？對。哇，那像剛剛那個醫生有講到呀，這個復健科，一般來講可能他接看到的就是復健科了。所以我們剛剛提到的運動醫學科，其實已經是整合了，不管是復健科，還有剛剛講的其他的科別的專任的醫師，把它集合在一起。是。哇，那這樣子就不會說，我可能只看一個部分，我可能可以集合所有不同的專業，然後一起來治療我遇到的問題，對不對？對，真的是這樣，而且不止哦，我們剛剛講的還是中醫，西醫的醫生，還有中醫師哦，我們團隊很特別，是中西。中醫跟西醫一起，像平常我們筋骨痠痛啊、腳偏豆啊，扭到了這樣子的話，我們可能就會去看中醫。是，運動醫學科裡面本身就有中醫師，好棒哦！對，哎呦，就東西會醫耶，因為像我之前去看這個就是屁股痛的這個問題，醫生就同我講，我有可能是因為我的梨狀肌緊繃，那我可能要做一些。運動啊，對，運動啊，航路啊，拉筋啊，然後可能還要去做復健、熱敷、電療啊，然後有朋友建議我說可以去給中醫推拿之類的，全包。所以運動醫學科就有按用嘅功能。嗰時候可能等到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也還已經啲嘅查嘛，該醫院有運動醫學科了，有沒有？對，那像這樣子，一般觀眾最常遇到的問題，可能就是膝頭痛。因為 M4 起來，看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可能就有按用嘅問題，因為年紀大嘅嘛，可能就會有這個膝蓋不舒服的問題。不要說年紀大，現在我30歲，我骨下起來，膝頭就會咔咔。對不對？磨力，對，就會磨力，做不對行路，對，這些情形都會。所以像這樣子，膝蓋痛是不是蠻常是運動醫學科患者會遇到的問題？會，對，但有時候會是積水啊，有時候會更常見的就是退化。退化。對。那它有這個膝頭關節的這圖片，我們是不是請醫生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可能他給他讀到的是這個退化性膝蓋的這個問題，那它有什麼樣結構上的變化？好。
这个呢是我们的正常的膝盖呢，平常在看，我们是把这个大腿本来是这样子的，那我是把它折起来，所以折起来了以后呢，这就可以看到我们大腿骨下面的骨头。你看这很像是我们吃那个大骨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的那个白白的东西？这个白白的东西很重要，这个就是我们的软骨。我们平常还要走路啊，要弯膝盖，它如果要很顺的话呢，这个软骨要非常的完整。然后同时呢，它有关节里面呢还有很重要的叫做十字韧带跟半月板的构造。但是如果一个关节的退化呢，这个软骨呢，你看就会从这个样子变成这个样子，破掉了，斑驳的感觉，斑驳的感觉，对，然后破了有裂痕，然后有裂痕，然后甚至会变薄。那旁边呢也会有一些骨刺的发生，所以这些会让我们的膝盖呢就滑动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顺利，甚至会卡住。对，上面还有这个积水，对，关节会积水，很多阿婆啊在躺路走一走，哭了去，然后就蹲下去了，这样膝盖就会很肿胀。那然后走路的时候脚也伸不直，弯也弯不起来，那个很常见，就是因为它的关节已经积水，超多人的。因为我看这个图，我觉得已经有非常大的变化了，就是跟正常的膝盖感觉有非常大的变化。我想说，这个会不会是超级严重的那种状态，就是很普遍的状态？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图啊，你相信吗？60岁以上的人，尤其是女生60岁以上的女生，如果把膝盖把它翻开来看的话，我觉得有60%的人膝盖已经长这个样子了。哇，那竟然要到问题这么多人有，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老给吃了啊，老给给鼓手杀好了，就会请那个主任来跟大家分享。那到这样子的这个状况，我们一般来讲膝盖退化的问题要怎么样来治疗？好。膝盖退化呢，可以分成从治标跟治本2件事情来做。当然要治本啊！要治本之前要先治标，因为治本的话速度会比较慢嘛，对不对？那治标的话呢，比如说会已经有痛啊，已经有肿啊，走路走不起来的话，所以我们就会分成2个，那个叫做赶快可能是做了复健，舒缓，然后打个针，先舒缓。因为现在要能够走啊，要能够睡觉，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对。然后呢，再来呢，就是要再第2个方式呢，就是要保护它。因为我们膝盖会退化呢，常常是软骨已经磨掉了。但是这个软骨磨掉的前面呢，是因为我们的韧带已经松掉了。还有一个是肌肉无力。所以如果韧带松弛了，我们保护它的话，就可以做复健啊，带呼吸啊，带呼吸非常的重要哦。然后调整我们做事情的姿势跟动作这个很重要，因为有时是你弯一脚踢缝用力，它就可以减缓我们膝盖的这个受伤，对不对？比如说像之前就会讲说深蹲，我们一定要膝盖不可以过脚尖，对，屁股要用那个屁股挺起来，要这样整个这样子蹲下去，看起来有点性感，但是这样子是保护气头跟风色哦。提倡天师给头前，很多时髦的亚妈妈阿婆家的真的开始在做深蹲。这个很重要哦，真的，因为深蹲的话，最主要就是要练我们的核心肌群，跟我们大腿的力量。对，这边的肌肉跟这边的肌肉是保护我们膝盖最重要的2大块肌肉。对，这边顾好了，膝盖就顾好了。所以也要用正确的姿势。那我要问你哦，你知道什么膝盖什么姿势最伤膝盖？你猜看看。什么姿势？或是做什么动作最伤膝盖？慢跑，还有没有？爬楼梯，还有没有？完蛋了！我这突然真没有脚本，没有蕊哦。一嗨呀，医生有一嗨了靠矮这样子。好，我跟依琴说，我要跟大家一起说，最伤膝盖的3个动作，第一名是蹲下去，哭哈嘿耶，这个是最伤膝盖。第2个动作是跪，哇！按用这他卖妈妈会翻改给时间，就是很伤膝盖哦。然后第3个是什么？你知道吗？坐矮板凳。坐矮板凳。对，因为膝盖是弯的啊。其实坐矮板凳呢，坐矮凳呢，抽矮凳呢，就好像是我们膝盖是蹲的动作，只是下面有做了一个椅子，对不对？不过就
懂的，也得妈妈阿婆给他的吐出一个时间就会抽给爱灯的呀。对啊，就抽爱灯的呀。所以抽爱灯，我常常就会跟我的病人说，你看你抽爱灯的，你爬起来的时候你爬得起来，就爬不起来，就开始要扶啊，要抓的这个，这就代表他的膝盖已经受不了了。所以常常呢，就像怡晴你刚刚说的啊，说哎呀跑步啊、爬山、爬楼梯是伤膝盖，我们大家常常会这样子想，对不对？其实你看跑步跟有几个人真的，我们阿姨们、阿婆几个人在跑步，几个人在爬楼梯。结果今年是按用我们很日常生活中做的事情，才是总会起跳给这个最不正确的姿势。对，这些时间是很长，所以你看，第一名是蹲，第二名是跪，第三个是矮蹲呢。哇塞！这三个就会让好多人膝盖都退化，然后怎么医都医不好。真嘅，我说要起跳嘅问题，唔但像运动员要注意，平常时一般嘅人没听说要注意到。咁还有含卡到内容吼，等下我抢注音，再个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是钟英权阿权妹，今日节目当中好有请到联行国际语言运通医学科嘅林秀凯主任同大家来分享。刚刚有讲到七头嘅问题，真係動到人，哎呦，真係唔單唱七頭痛，頭哪咩動痛，因為真係唔好來記嘅。古時候根本一個細單年啊，也效法一米路啊，就來同大家來分享一啲同七頭有相關嘅客講語哦。一句話，主任，我們一起來學一下，我都七條大安骨。七條大安骨。對，這一句話其實懂得一下，因為安骨就係逗小孩的時候，按用那麼愛就是哎呀安骨，懂得一下，對，就是會發出這樣子的聲音。那那個意思，都七條大安骨呢？主任要不要來猜猜看？七條大安骨，換我考你。會不會是那個安骨，就是會發出一些聲音出來，這樣子，kiki koko kiki koko 這樣子的聲音。對，但是這是更誇張，就是氣球發出安骨安骨的聲音，根本就不可能啊！所以它的意思，氣球大安骨就意思講，哎呀，某可能嘅事情，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好。對，所以就是氣球大安骨，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客講語哦。好，接下來我繼續要來問人的注意咩？剛剛有講到呀，七頭嘅治療同人的知識啊，跟我們平常的生活作息都非常的有關係。那其實剛剛我們講的可能是一些保護的方式，那還有那的治療嘅方式，繼續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呢，更重要的就是要治本。剛剛提到治本，對，治本就是要讓我們的膝蓋可以變得更強化。那些已經破掉的軟骨呢，我們可以用打針的方式，譬如說那種增生的注射，打高濃度的葡萄糖啊，打 PRP 啊，就是抽我們自己的血，然後萃取出血小板，裡面有生長因子，可以幫助那些韌帶跟軟骨修復。整體來甚至開始啊，以後呢還會有幹細胞哦，或者是一些羊膜、一些萃取的東西，都可以幫助我們的那些軟骨跟那些韌帶呢，鬆掉的韌帶可以變得更強壯。所以是讓它長回來，回春。回春，對，就是讓我們膝蓋可以回春。對，這個破損的地方，我們來把它修復起來。對，破損的地方修復。然後另外呢，你看，剛剛提到說，很多的阿姨們，她們蹲下去會站不起來，因為肌肉無力了嘛。那肌肉無力的話，還要多做一些訓練。那個訓練的話呢，就是練習像核心肌群啊，大腿前面跟後面的肌肉，做肌肉力量的訓練，然後在營養上做一些補充。讓長肌肉，然後又可以讓那些軟骨韌帶可以修復，這樣膝蓋才可以真正的治本。沒錯，因為就吃到懂得老人家嘅都可能攝入冇攝到懂營養，蛋白質攝取不夠。對。韓國又會吃到哎呀，我行下腳冇力，就長出冇一行誒。對。然後越來越狀況就越來越不好，就會有這個肌少症的症狀。對，那就造成我們的骨骼越來越不健康。越來越不對啊！所以呢，你看到我們到菜市場去啊。會看到很多阿婆們，他們走路就腳開開，像 O 型腿這樣走。對。然後你再仔細看哦，他們的腳就是膝蓋粗粗的，然後呢，大腿跟小腿細細的，好像那個白鷺鷥的腳一樣。
膝盖退化到后面呢，就会变成像白鹭鸶的脚，这骨刺长得很大，膝盖变得很大，积水，然后肌肉没有力气，那这样这些阿姨们其实都很辛苦的。古时候大家爱多多注意去家己切头哦。韩国迄讲平常是有运动啊，也係讲劳动可能去改菜盐啊，有时候可能会有点酸痛啊，喺讲疏松嘅也有情形。當然會想講，我做得來冰敷啊、熱敷啊，唔過算了，某個時節愛冰敷，某個時節要熱敷，這個其實我也常常搞不太清楚，我到底过了什么时候我应该转换这个冰热敷的温度呢？我们来问一下主任。好啊，冰敷、热敷呢都可以。其实第一个是冰敷、热敷都可以。然后呢，冰敷、热敷都可以让我们比较不要痛，就是让我们止痛、减缓的那个止痛。那我们刚受伤的时候啊，比如说脚偏豆啊，膝盖积水啊，会咻啊、夯这样子。那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摸起来热热的，那时候就可以冰敷。所以我们可以从皮肤的摸起来的那种感觉温度来看。那要摸皮肤的话呢，我们平常会手这样摸，但手心其实比较热，手背是比较温度没那么低，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在摸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手背就这样子摸，再这样子摸着。如果觉得比较热一点，比较咻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冰敷。热的时候就可以，比较发烫的时候就可以冰敷。其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热敷。尤其是那种慢性的疼痛啊，怎么痛都不会好的，那个是热敷，才可以把肌肉给放松。那以目的来讲的话呢，为什么要冰敷？因为冰敷可以减少血液循环，所以可以消肿，不要让我们受伤的地方一直肿胀。那慢性的话呢，促进循环，可以增加身体的修复。所以主要的目的在这里。那如果都还分不清楚，说到底什么时候要热敷，什么时候冰敷啊？到底要24小时、48小时？其实不用，就摸我们皮肤的温度，比较烫就冰敷，然后没有那么烫就热敷。哇，古时候也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哦，大家做得來注意，迄個身體有咩猛痛快，就做得來先切正確嘅冰敷，也係講熱敷。唔過輕口還係一般醫生看一下啦，對不對？對。如果一直都不會好，就可以看醫生了。對，古時候根本也有搶注音了，唔但搶愛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按到，這是我們對身體很重要的健康知識之外，然後還會搶給同大家來分享家嘅經驗，因為他呢曾經是這個國家吹嘅吹儀，就是呢跟着這些運動選手們出國比賽。哇，好厲害哦！跟着這個我們國家隊一起出國比賽，哎。對啊，這個是我小時候的夢想。為什麼？就會覺得跟中華隊出去，跟國家隊出去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啊。那我自己當不了中華隊啊，對不對？那我就當成中華啦啦隊。那剛好我又是個醫生嘛，我又對運動醫學有興趣。對。所以後來呢，我就自己心裡面就發願，在念大學的時候就發願說，我想要當國家中華隊的隊醫。然後後來很幸運就可以當，就有這個機會去。真嘅有出現，有去參加過哪條比賽？我去過奧運，我是2008年的北京奧運。哇塞，看這個照片。對，那個是很久以前的照片了。好，2008那個是曾雅妮。對。然後後來呢，我還有去過亞運，去過2006年去過亞運。好，這個是08年的，不是，這個是06年的杜哈亞運的時候，那是莊家榮，他是網球的選手。對，這就是可以出去比賽，這是很酷的。這個是2019年我們12強棒球賽，我們跟中華隊。那這一場比賽呢，是你看走最前面是洪一中總教練。這一場比賽我們打贏韓國隊。好想贏韓國，好想贏韓國，就是這一場，陳俊秀打了3分全壘打，然後我們用7分呢領先，就贏了韓國隊那場超級經典的比賽。然後我發現主任眼睛散發光，眼睛就要發亮，很激動很熱血，你知道嗎？所以當國家隊的隊醫是看起來是在治療運動員，好治療選手，跟我們中華隊出去比賽。白天的時候呢，我們是
白天的时候我们在选手村里面，我们是医生，然后呢，选手们其实会紧张啊，然后会心情会有压力啊，那时候我们会陪他聊天，当做他们心里的一些支持。没黑你啊，得给工作哦。走，对啊，哎，24小时都要工作哎。然后呢，真的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呢？比赛我们就变球迷了，就在旁边当啦啦队。对。所以你看，又可以做自己的工作，然后又可以跟我们的中华队的这些台湾之光们聊天，当好朋友，然后又可以当啦啦队，这个工作真是太棒了。哇，有眼吃到真赢吼，朱英真赢懂，非常热爱他的工作，而且也是因为你所在的这间联兴国际医院，也都对运动员非常的重视，也都特别为也都国家队，还有专业的也都运动员可以来按到绿色通道，这是什么样神秘的通道呢？好啦，这个绿色通道，绿色通道就是绿灯，一路畅行无阻就是绿灯。那会有这个观念呢，是因为是我们的张焕珍张院长呢，他一直以来他就是在照顾运动员，那他就看到说，运动员受伤的时候，其实你第一个时间就要给他最好的照顾。第一个时间发生的当下，而且你看哦，你想想看，我们一个国家队的选手，如果他的病情被延误了，对他来讲，对教练、对中华队，或者是对所有的台湾的球迷们来讲，这都是很大的损失。所以运动员本来就应该要第一时间得到马上知道他怎么的，马上知道他可以怎么做，然后赶快去治疗他，所以就会产生这个绿色通道。这个绿色通道就是当受伤了以后，直接跟我们的窗口联络，然后我们就会安排好后续。那如果真的是需要到医院里面去的话，他在门口就有人接他，然后就带到他特殊的地方，然后我们的医生会在那边等这些运动员，然后我们赶快可以做的检查都做。就好像尤其是像那种比较特别的检查，像核磁共振啊，那是电脑断层，你如果在健保要排很久的，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都24小时以内，1天以内就做完检查。如果该开刀的话，也是24小时里面该开的刀开完，然后赶快做复健，让他赶快回到球场上面去当最好的运动员，然后继续打拼。哇塞！因为像安永跟问题有懂得运动员会有这个旧伤的状态，可能就是因为安永跟情形没有办法马上处理，然后又继续的运动，继续延误他的这个病情。故手后，节目当中等下还有懂得内容，而且主音同大家来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我是钟宇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有请到联兴国际医院运动医学科嘅林兄凯主任同大家来分享佢嘅经验，唔单唱係佢自家專業嘅部分，也治療評分嘅部分，還個有佢做也國家隊嘅也條隊醫嘅也條經驗，還個接下來我有請佢同大家來分享也按到嘅70名棒球賽吼，除咗也比賽以外，其實還有當到也偏向嘅醫療啊、巡迴安樣嘅內容哦，那主任沒有來參加，對不對？有參加這偏向的醫療，沒幾年嘞，對不對？真正做了大概4、5年左右。對，要得大概去偏向做呀這樣子的醫療巡迴啊，這樣子的義診。實際上執行的內容是什麼？我們就大概2個小時到3個小時的時間。那一開始的，因為開始要破冰。然後我們就會，後面一些小朋友們都會緊張嘛，那說哎呦新上來了，我會講哎，那我們就是先放影片，先讓帶大家做一些說在國際上那些棒球的選手們他們怎麼樣開始，他們
怎么样在热身的，告诉他们我们热身要这样子做哦。然后呢，我就会用20分钟的时间呢，告诉小朋友说一些日常生活要去注意的事情，好，比如说一定要热身啊，体能一定要做啊，还有很重要的是要听教练的话，不要乱改姿势啊等等的。然后呢，再来的话呢，后面的话就是小朋友会填一些问卷，然后在填问卷的同时呢，我就会帮小朋友们做义诊。那这个义诊呢，其实并不是要真正去治疗他们，因为只有一次是没有办法治疗。我做的事情呢，就是先去看看小朋友身上有没有伤。那这些伤的话呢，是他自己可以做的，或者是也一定要看医生的。我就把它区分出哪些是要赶快，哪些是不能比赛、不能练习的，哪些是要看医生的，然后哪些是他自己可以做的。那80%都是自己可以做的，只是小朋友不知道，教练不知道而已。那我的工作去到那里，就是用这些方法告诉他，哎呀，你这些姿势要注意啊，要怎么平常可以做，让你自己即使有痛，然后你可以帮助自己赶快修复，然后让你自己可以让小朋友可以继续练习。其实尤其对按用嘅细细嘅运动员，给他的嘅治疗是很重要的，而且跟一般病患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对，因为我们一般病患，我们要的是可能就是不痛，就是健康，就不要痛，我可以能走就好。但是小朋友们不行啊，他要下去比赛，而且不只是比赛要赢而且不只要赢，要拿冠军还要帅，对，所以这个要考量的事情呢，就不只有不痛这件事情而已，还是要让他能动，而且要动得很好。这就是运动医学。刚刚我们还少讲的一点是，运动医学是让每一个人变强的。哇，所以也得观念咩嘿注意上二步，也得小朋友，唔单将给他们能够帮忙的医疗之外，还要给他们一些观念。鼓手不辞辛劳哦，也得偏向暗夜，有可能你会反击啊、抽3张都会都给到手财，都是偏乡嘛。对，绝大部分是偏乡。对，这么辛苦的去到那些地方。主任，你觉得你最希望给小朋友的观念是什么？好，我最希望给小朋友的观念就是告诉他们说，其实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是台湾之光。哇！我还记得有一幕哦，那次我们去了，然后是一个偏乡，然后我们到的时候，小朋友还在睡午觉，然后醒过来的时候，眼睛茫茫的这样子就是。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我就一开始就问他们说，你们喜欢的，你们以后想要变成谁？好，然后有人讲王建民啊、陈伟英啊这样子，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吗？在今天哦，在你们这里有全班这50个小朋友里面呢，以后呢有1个人会是王建民。哇，眼睛就亮起来了，对，立刻醒，立刻就醒过来，然后就原住民的小朋友嘛，他们的眼睛都很大，我就看到一颗颗那个眼睛就好亮好亮很亮，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其实你每个人都可以当王建民，都可以当陈伟英，那我就继续问他们说，那你们觉得怎么样才可以做王建民做陈伟英？他就此起彼落就开始回答，那就是让他们自己讲出来说，原来我要照顾自己身体，我要好好的练习，有伤要跟医生要去看啊，然后要有很强的意志力啊，然后要很坚持啊，要不怕困难。他们自己说出来了以后，我就觉得，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子，让他说出来。本家的去给他了解要的事情。对，然后像其实我觉得小朋友他们。这几年因为偏向嘅运动唔係像人公共嘅按用听听，其實其實都會讀得懂得困難。对。那按多年來，主任這麼努力呀，然後團隊一起這樣子為偏鄉努力，有發現到呀按多年了有沒有什麼樣的改變、改善的狀態？我覺得剛剛要說努力，我覺得倒不是努力，而是我自己也很享受這樣的過程。然後我也非常謝謝師母還有秘書長靜怡這麼努力的去辦，好好的去辦這一些事情，這是我們有這個做的機會，是很開心的。那然後呢，我也看到說，因為這樣子我們去了以後呢，我發現不管是教練啊，不管是小朋友們，他們開始知道說，哦，原來要打得好，成績要好，並不是只有每天練球而已，還有很多基本的事情要做。然後他們對於健康照顧的這件觀念呢，比以前更好了。對，而且你知道嗎？絕大部分我們在義診的時候呢，我們在看小朋友的時候，教練是在旁邊的。
对，教练会在听说啊，这个小朋友怎么了啊，然后怎么样？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会说啊，这姿势一定要调整，教练就会说。你看，我刚才跟你说过了哈，你都不听。医生说就是教练说要你这样投，你就偏偏要那样投，现在受伤了吧？所以我会用这种方式，我就看到说，教练会投入，教练不会只是把小朋友当成是比赛的，就是只是比赛的一个工具，或者是怎么不是其他的事情。教练也很希望他的小朋友都很健康。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好感动。然后大家都可以这么做，台湾的棒球就会越来越好啦。对，有这主音也规西的眼神都散发光嘛。你真嘅同意爱做一件事情，其实我每次动感同根本嘅主音要来同大家分享，他一有偏向学校医疗义诊，然后他们给你的回馈，让你很感动的事情，对不对？我觉得他们是很感动的事情。我记得好特别哦，就是。有一次我们到屏东，然后屏东的时候呢，盛产那个洋葱，对，那个校长呢，我们在离开的时候呢，校长就拿了，对，就是那个照片，就一大袋的洋葱哦，我们才3个人去，然后就拿了一大袋的洋葱，然后就是校长的盛情给我们，然后我们沿路在车上回去的时候呢，那个辜景松理事长他就说，这个我们拿到。手中有洋葱，眼睛也是洋葱哦，满满的洋葱，满满的对，然后带了好多的洋葱回去，然后我们也看到小朋友们，像有一次我们去澎湖哦，那去澎湖他说你们住哪里？我说我们今天就要回去了。那个小朋友的眼睛就瞪大起来哦，我看得出来他是希望我们跟他们多相处一点。然后另外我说，然后呢，他也觉得很惊讶，说，哇，他第一次听到有人到澎湖是当天来回的，怎么没有留下来玩一下？对，怎么没有留下来玩一下？那我们就是很去到澎湖，然后就走完行程，然后我们就坐早上去，下午就坐飞机回到台北了。古时候其實像按用嘅偏向醫療，可能沒有懂到學校上愛來申請，像按用嘅申請，按用辦來要怎麼申請呢？申請的話，可以跟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來去申請。我們打電話去，然後我們就會安排，我們會根據小朋友們的球隊的需求，然後我們也會看看他們在我們之前有沒有去服務過的地方，我們會盡量的找我們沒有去過的地方，我們要把種子。一站的散播的感覺，而且其實唔單像注音參加，沒有其他嘅這個運動醫學團隊一起加入了，對不對？對，就除了我們以外呢，如果是比較遠的地方，我們會找台灣運動醫學專科醫師，我們一起來參與這麼有意義的活動。對，古時候大家對於呀運動嘅熱愛，還有對於醫療嘅呀的熱情哦。古時候一直在做這些事情。那主任唔單槍按用有按到專業以外，他對運動也是非常非常有熱情。因為前幾個禮拜沒有去參加這個徐總的85號背號引退的儀式。對，下大雨哎，下大雨啊！對，我還記得那一天是，你看一開始是大晴天，然後呢就遠遠的地方有片烏雲，然後就在典禮要開始之前呢，就看到了一道彩虹。那個彩虹我看到真的是覺得很，而且他就是在球場投到球場尾耶。對，球場投到球場尾，對，就像就是這個照片，那個彩虹就覺得說，徐總應該看到了，所以他用這樣子，或者是上天看到了，他在祝福我們今天在參加的人，然後他也在肯定徐總。那另外的後來的雖然下起了大雨，但是我們覺得下起大雨好像。看，你可以把它很樂觀的看，我就看到師母就坐在那邊，然後我也知道說他臉上呢，他不知道是雨水還是淚水。那但是我知道他心裡是很有感覺的，然後也包含了我們自己在內。我自己是從來沒有見過徐總本人，對，在當時的話，我們有一些差就沒有見過徐總本人，但是我覺得在那一天那種情景之下，我覺得好像跟徐總又很相似，然後呢，也很感謝他給我們這麼多的機會，可以去在台灣的棒球上面，我們可以多做一些事情。對。然後另外呢，還有就是，我覺得在那個影片裡面，我看到的徐總，他其實是一種風範，然後非常感謝說他對台灣的棒球，他對台灣的基層的體育，然後他帶給，雖然他的過失讓人家不捨，但是他留下的東西
可能比现在还要更多。对，我们永不放弃的精神。韩国 DQ 从松虽然非常严厉的徐总，但是私底下都是非常照顾这些球员。对。所以球员今日應該沒有動到球員去到現場，應該大家都非常的感動。感念他，對，鼓手吼呀，徐總永不放棄的精神。And 11月27號到11月30號，第9屆慈善名棒球錦標賽又來舉辦了。客家電視台每位啲啊11月30號嘅下晝頭1點半來準時現場直播這個精彩的冠亞軍賽，大家聽錯愛數看哦。鼓手今日非常什麼，我們的主任來到節目現場，謝謝主任，謝謝。好，分享按精彩嘅故事，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數看，休息一下，等下聽先生共下來運動一下了。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網站，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